咖啡嘅香气，悄悄行人嘅面絲。按照按叫冇看到嘞。按叫好冇？人因為還記得我呢。一記簡單嘅問候，仲係做得嚟減互相嘅距離。康一站、陕西站，后天府台的体验为启动。你迄面做吼，今不哩開有限哦。今日我想來啲行行了了啊！你合法同課嘅，我係要經過行業認證嘅哦。合法係嘗試另外一個風景，多一種語言，多一種能力。